11月5，今仔日早晨含狗出外，拍到一只野猫，猫皮柔软，但是肉无路用。拍到的动物，逐只我拢甲皮剥落来保存。沿海划转来的时，我看到济济海鸟，毋知因的名，搁看到2、3只海霸，互我着一惊，险啊去呼吓着，因为毋知因是啥。我当伫金金上的时，因跳落海，即时走离开。11月6，早起散步了后，我继续做倒仔，做到完成。虽讲毋是介介意，毋过过无偌久，我就知影安怎甲倒仔修改一下。11月7，即时的天气渐渐转好。初七、8、9含10甲12即几天，11迄天礼拜，我拢无用底做一块椅仔，费真大气力，才勉强成一个样，但是袂合我的意。制作中间有几若摆我加拆开搁重做。注记，过无偌久我就无搁做礼拜啊，因为我袂记得伫查条刻即个记号，就袂记得倒一日是礼拜啊。11月13，今仔日落雨，互我特别爽快，四界嘛加真凉爽。但是对雨来的雷公信啊，互我起青惊，恐惊我的火药导火木杂。雨一个停，我决定买甲火药尽量分做济济小包，安尼较袂有危险。11月14、15、16，即3天我拢伫做4甲鸭仔。每一鸭会当底大概1-2磅的火药，我甲火药装伫鸭仔，尽量甲因分开收藏。其中有一天，我拍到一只大鸟，肉真好食，但是我毋知迄鸟名叫啥物。11月17，今仔日我开始伫布棚后面的石壁挖空，增加空间，利便生活。注记，挖空的工课足需要3种工具：骨仔、沙条和而且也是粪机。所以我暂停工课，先考虑安怎家己制作工具来满足这个需求。我利用钉板做骨仔，随网动，这算不止啊下用。沙条绝对需要，若无，代志就真歹芳。毋过我还毋知要安怎做沙条。11月18，隔天我去树林找，发现一种树仔，介成巴瑞乌的铁树。因为这种树真重，我拼一捆，凑甲斧头险啊推起，才凑一节。我搁出大气力，才甲重怀怀的柴箍举转到厝。柴遐重，互我真无法度，开介济时间，才慢慢加刣做沙条的形。伊的柄和伫英国的同款，但是下面挑的部分是柴的，毋是铁片，可能袂介耐用。毋过伫需要的时小用一个，嘛不止啊好用。我想世界上毋捌有即款的沙条，嘛无人遐久才做一支。我还无够，因为还欠粪机也是路车。粪机我做袂来，因为无像便溜条制品迄款的沉。上无到搭我还无发现。若是路车，除了链仔，我想我会晓做。毋过链要安怎做，我无概念，嘛毋知安怎解决。另外，我嘛无法度做互链心会得转的铁件，所以我放弃。自安尼，我做一个拿刀仔的物，也就是小港用来送搅好的水泥互涂水师傅的迄种刀仔，故迄来搬我画出来的涂刷。这无比我做沙条较困难，毋过做遮的工具，也就是刀仔、沙条和想要做路车，就袂搁放弃，上少开起4天的时间。当然，这无包含我逐早仔早穿出门散步，搁早我若要转厝好通食的时间。11月13，为着做工具，其他的工课拢暂停。等工具做好了后，我才搁继续。只要有气力、有时间，我拢逐工做。我拢总开18天的时间，
糞块搁尾清山洞，里便收藏我诶物件。注记：伫即段时间，我糞块山洞，互伊有够做库房、灶骹、饭厅和地下室诶空间。平常我困伫布棚，除非伫雨季诶时，若落大雨搁布棚漏雨，我才困伫山洞。这伫事后来我甲围墙内两个长叉机揢伫石壁做鞋仔，搁嵌布片和树叶，嵌敢若像一间园仔厝。